位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2月19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新闻头起先来看上海台办的副主委李晓东等6个人，18来到台湾要参观台湾灯会，阁有做市政交流，这是引起各界关注。台北市长蒋万安就表示，因拢有完全依照和陆委会共识，保持低调、安全甲单纯。不过因昨线也雄雄改变行程，提早去参观灯会，或这媒体拢挡无到。非常好，谢谢。晚上的灯会吗？谢谢，是的。继23年台湾灯会重新登到台北，台北市政府照例透过专案，邀请上海市台办副主任李晓东等6人，18到20来台湾参观台湾灯会甲市政交流。18早起到台湾，伫松山机场外口，独派团体各场抗议李晓东带团访问台湾。台湾各地成员大声喊“台湾中国一边一国”。行动的人士是回呛讲台独未见效，双方互相伫咧话休。警方甲两边隔开，避免冲突。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支持两岸统一的统一党也伫咧电话声援李晓东访问团，话两岸一家亲。台湾基政强调，这款涉台官员拢是统一的官员。这边上海访问团行程正保密，台北市长蒋万安回应讲，遵照甲陆委会共识，依照低调、安全加单纯的原则。不过，民进党台北市议员陈义军质疑，蒋万安可能会顺续进行双向论坛，指控李晓东等人来台湾，就敢若是中国的侦察气球伫台北市乱飞。主要讨论的议题就是观光、旅游、艺术文化等发展的议题。我们就是一个邀请他们来参观灯会，城市的交流。台北市和其他城市的交流，我们都会秉持对等、尊严、善意，还有互惠的原则来进行。上海访问团到台北了，第一个参访行程是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本来是排食暗顿了参观台湾灯会上海灯区加主灯，不过要行程改变，提早3点钟先去看会灯，结果食饭，和媒体耽误，一直到规天的行程结束，台北市政府才提出迄天的行程，并且提供相片。李晓东等人20将会拜会台北市政府。蒋万安无正式讲双方一定会见面，强调若时间会使，会亲自接见。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行政院的发言人陈宗干，才拄上任18天尔，即马说互民众党的立委陈婉慧也空讲，陈宗干11当前咧做台南市的新闻处长的时阵，捌接受过性交代，佮甲人敲代志。虽然陈宗干是出面来发冤枉，毋过嘛甲行政院发言人这个职务辞掉。行政院长陈建仁是表示已经批准啊。不过嘛，讲会尊重司法来处理。那副总统赖清德嘛发声讲，爱陈宗干勇敢去面对。行政院发言人陈宗干上任18天拜五，互民进党立委陈婉慧别康11年前，伊做台南新闻处长的时阵，真济摆接受性交台啉会酒。只是行政院长陈建仁才上任无偌久，内阁官员刷出代志，重创内阁团队的形象。陈前发言人因为他个人事件的关系在昨天晚间来跟我请辞，我已经予以批准他的这个辞呈。至于11年前的案件，我们都尊重司法的处理。外界呼吁陈建仁应该重新检视内阁人选，才袂阁有证据。陈宗干的政治路早期捌做台南市议员，后来伫台南市政府时期捌做过民政局长，后来做新闻甲国际关系处处长，煞被逼出定定啉会酒。副总统赖清德是迄个时阵的台南市长，后来伊阁做内政部政务处长甲疫情指挥中心副指挥官，最后正做行政院任期上帝发言人。对爱将逼出见效代，副总统赖清德第一摆做出回应。虽然陈宗彦在过去不同的工作岗位上都有不错的表现，但面对这个事情，诚实就是最好的上策，他必须要勇敢面对。针对陈宗干当年啉会酒案件，民进党立委陈婉慧认为法务部爱重启调查，看是毋是有涉嫌污洗。陈宗彦发言人好好面对你曾经做过的事情，这件事情不是只有在性招待而已，而是你是不是真的有帮酒店业者瞧事情？我们的法务部
案子吃掉了，要把它吐出来。现在全民都在看，认为查无不法的具体的事证，所以在104年的8月31号签请结案。台南地检署并没有吃案包庇的情势。台湾高等检察署已经指派主任检察官赖铁雄落南，甲台湾分署检察官组成调查小组，要赶紧调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阁有啥物大代志？带乡亲做伙来读早报，先来看自由时报。公平会调查发现，台泥、国产、阿东等等18间做南亚矿的业者涉嫌联合行为，影响到桃园的市场竞争机制，违反公平交易法，所以就加罚50万到5000万，总金额有到2亿1300多万。若台泥甲国产是表示会阁提出行政诉讼救济。来是联合报。经济部的灾害应变小组指出，南台湾的雨量创30冬来上少的纪录，而且续落来要落雨的机会是愈少，水情会愈暗倒，所以为3月初1开始，嘉义的水情调整做减压送水的黄丁，台南是调整做减量送水的柑仔石根号。落尾是中国时报。根据英国的《金融时报》报道，美国白宫要和咱外交部长吴钊燮，阁有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会谈，地点就伫咧美国在台协会 AIT 的维吉尼亚州总部。另外，白宫国安会中国和台湾事务的资深主任罗森伯格，即马是要来接任 AIT 的主席。全球即阵因为气球的争议闹甲真大。但咱国军16嘛，伫咧东印地区的靶场，冒捡到亲像是气球的物件，顶悬阁有印简体字。不过经过分析，确定是无录音、无录影的设备的气象探测仪器。顶礼拜四伫咧东影落来不明气球的残体，对相片当看到伊的直径差不多1公尺，仪器盒顶头也有简体字。经过国防部分析比对了。这被确定是无摄影录音功能的气象探空仪器。内部的构造包含了天线、温湿度的感测元件，以及资料发射的基板，还有锂电池等等。它并没有摄录影、录音跟储存的相关设备，跟探空气球的构造是一样的。国防部统计发现，最近几年伫台海周边发现的空飘气球，时间拢集中伫每年12月到过当年2月。在每年的12月到隔年的2月。那么也就结合了盛行风向，那么国防部会持续的运用联合勤监侦的手段，以复式的侦监跟识别，来绵密的掌握台海的周边动态。经过军方监视分析，确定是气象使用的，甲进前外界这个积极是毋是甲最近造成美中关系不平空飘气球有关系，是无共款的。不过新形态战争手段有缘爱防，国防部长柯国正进前就讲，料得上款会继续掌握台海周边的情势。记者综合报道。土耳其伫这个月初6发生大地震，咱若随派出搜救队，咱的民众嘛有捐超过400吨的物资，而且救灾专户嘛已经收到9亿外的善款。土耳其驻台湾的代表是特别感谢台湾甲因斗相共，嘛强调希望未来两边会有更较侪机会来合作。初6的强烈地震，和土耳其甲叙利亚伤亡惨重。台湾伫地震第一时间紧急派出搜救队去协助，民间救援物资也已经捐出超过400吨。After the earthquake, my office has continued to receive phone calls, emails from all over Taiwan who concerned about disasters since the first day. Our official mailbox has received more than 8,000 emails. It is full to estimate correct numbers. 土耳其驻台代表贝丁克感谢台湾出钱出力协助土耳其救灾甲灾后重建。土耳其驻台万昂图家也特别介绍感谢函，感谢台湾人善心。真的很感动。24年之前，台湾有一个地震，我们来这里，我们帮忙。可是这个24年，台湾一点也没有忘记。他们说我们不会忘记你们帮忙，现在我们会帮你们。另外，土耳其甲台湾伫救援行动结束了后，未来双方是不是有更加侪经贸合作机会呢？如果说两国的人民的心理距离是越来越接近的话，可能就会有更多的互访、经贸、文化各方面的交流关系也会越来越密切。这一点我一点都不怀疑。但是在现阶段的情况之下，我们不是把
协助土耳其当作是一个条件。交易外善款差不多3000万美金，吴钊燮表示将提供2000万，其中600万美金捐助土耳其内政部灾难紧急应变总署，提供救援队 AKUT 这组织总共900万美金，500万美金用在支持叙利亚边境灾民。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看全球上重要的外交和安全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伫咧17起过，拢总有40个国家的领袖甲上百个国防外交部长出席。而且也因为罗西亚和乌克兰的战争，今年的会议是愈受到关注。德国的总理肖兹就是警告盟友，爱做好长期战争的准备。那即马上新的消息是，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是伫咧场边和中国中央外事办的主任王毅来反映中国的侦察气球入侵美国的行为实在无负责任，袂当搁再发生，而且搁再强调台海和平甲稳定的重要性。俄罗斯甲乌克兰战争离世即要改满1周年，今年为期3天的慕尼黑安全会议，总共有40国的领袖甲将近100位国防以及外交部长出席。以美国为例，副总统贺锦丽、国务卿布林肯率领60人的国会代表团，和今年规模比往年拢较大。德国总理肖兹伫开幕演说时呼吁并邦军事援助乌克兰坦克，战争将获得及早来结束。接住普廷愈早讲哦，伊的德国主义目标无法度达成，战争结束甲俄国撤军的机会就愈大。不过，伊也强调，应该做好一个长期战争的准备。Denn es geht einen Krieg in unserer Nähe, in Europa, einen gefährlichen Krieg. Und bei allem Handlungsdruck, den es ohne Zweifel gibt, in dieser entscheidenden Frage gilt Sorgfalt vor Schnellschuss, Zusammenhalt vor Solovorstellung. Und es gilt, unsere Unterstützung von Anfang an so anzulegen, dass wir sie lange durchhalten.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伫基辅以视讯的方式发表演说，呼吁西方国家加紧军事援助的速度，并且警告除了战胜俄罗斯以外无第二选择。伊也回应最近乌克兰军方传出的贪污的条文，承认贪污随着战术进行浮出台面。伊也答应讲，乌克兰虽然被侵略，依然会继续来推动改革。中国外交事务的最高层级官员、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也出席这项会议，并且要第18发表演说。美国媒体讲，王毅此行会甲布林肯来会面，化解连日来因为高空气球所引发的争端。港视新闻王慧文编译。转来看咱新北市的好霸段，伫咧2021年的10月，因为熊熊落大雨，溪水涨悬，造成6个人互溪水冲去死亡。监察院调查发现，现场无任何的救生设备，嘛无采警告牌啊，所以认定新北市府这个主管单位有疏失，提出纠正。另外，当时主办活动的负责人，即马嘛涉嫌过失致死，互人依法告发。2天前，新北市双溪好霸潭6个人撩溪渡水死亡的意外，监察院介入调查，认定新北市府无善尽场地管理责任，对新北市政府作出纠正。那事故现场真的是没有看到任何警告，地方政府一定知道这地方很多人去，可是现场却完全没有任何救生设施哦，这也是家长觉得比较不解跟诟病的地方。监察委员表示，好霸潭要下过偌百桥墩，即马有控安门图，不过意外发生进前，敢若是房仔，人房阁大，对囡仔来讲真危险，而且现场嘛无警告标示、公布甲救生设备，新北市政府等于无尽到管理的责任。事后，阁会提示经济部主管，明显有疏失。目前我们是没有收到监察院的公文，等监察院的公文收到以后，会详细给大家做一个报告。除了我们水域安全做好以外，也针对所有设备设施通盘再做一个详细的检讨。监察院报告内底嘛，依照技部告发举办活动的大丰公司设图的负责人，监察委员表示，伊负责招揽人员、安排课程，所无尽注意的技部涉嫌过失致死、劫部侵占等等。报告嘛表示，这案凸显后挂安全风险教育的推广、儿童保单等等的问题，拢爱搁强化。记者电报李小凯台北采访报道。
那台湾的道路问题嘛，互外国媒体批评讲是过路人的地角。即马阁有高雄的民众发现，伫咧红山有一间国小的后门无人行道的空间，学生若下课要去安亲班，拢得行去到车路，真危险。所以老师着家己有所要来加强安全，毋过这画面嘛是看咧，互人真烦恼。放学时间，几10个学生行伫大路，抢花着当军所啊，加速安全的所在。正中后有老师伫顾，这张相片引发讨论。这期亲像过路人地角的所在，佫出现在高雄红山地区，互学生无多安全来行路。我觉得是权宜之计啊，让小朋友就是尽量不要跑出这个线外，这样让就是也是不得已的作为啦。那可能方法上就是可以跟安亲班那边做一些讨论。相片所在伫高雄红山区某一个小学校证实，这囡仔拢是因学校的学生，毋过是去安亲班的路的。中会现场发现，离开学校行的路双向拢是单一的车道，到安亲班大约20公尺路程，大部分是路边的停车架，无人行道。虽然当地是细条巷啊，车也无多，不过安亲班烦恼也受司机无遵守交通规则，也烦恼囡仔伤欢喜冲向路中有时才想到这个方法。不管他有没有导护妈妈，或者是有没有斑马线，其实就是小朋友的控制力是你没有办法去控制的。所以后来我们就想说，那我们用绳索的方式，如果让小朋友他有一个东西可以扶，他即使再怎么样，他不会超过那一条线。早起市府派人去会勘地基的新增设标线型人行道，加去学校的路连起来，提供安全行的所在才政策，也请警察无定期到现场来维护行车秩序。现场会勘就是在研议这一部分哈，因为一个道路宽度就是这么宽哈，那影响层面很多哈。市府讲，当地规路宽无到10公尺，会勘就是要测出问题。除了地基的解决办法，后续也请教育局协助各小提出改善的计划，列入通学步道改善工程专案，向营建署申请补助经费。记者综合报道。即马边境解封，游客增加，不过旅游业当然欠卡手。着旅游集团着划出一档的薪水加奖金有100万，吸引袂少人去因头路。另外，游览车即马嘛是当然欠司机，大约欠3000人。交通部嘛当然建议培训甲补助，要鼓励民众加入。特别毕业的黄小姐看好旅游业特别复苏，加入了找头路，顺利通过第一阶段台选，进入第2关的面试。是念行销科系的，那因为最近就是旅游业在复苏，其实也有很多行销的机会，所以我想说今天来试试看。现在应该是起飞的一个状态，那对啊，这行业的前景应该是很可以期待的。向西旅游集团有上百的头路，无经验业务起薪3%起跳，奖金另外算。有相关工作经验起薪会阁参详。疫情期间，优势差不多4成人才，疫情了重新布局找人，对内也先加薪老人。我们今年度的确有做过一些调整哈，当然调幅的比例会依照各个单位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比大概是3%左右。另外，国内老2号东南旅游加科纳旅游拢各开出50个工作机会。即马入境绑令，各国旅客陆续回流，旅馆业也出现欠人状况。柜台餐厅接待甲房务员上欠人。有观光科花莲来讲，要找房务员的业者起薪已经开到3万以上。不管是用建造合作、提高薪资、住宿津贴等等方式，都希望能够吸引人来花莲旅馆工作，并且留在这边。那但是呢，这个一个合适的职缺，找到一个合适的人，我们通常需要3个到5个月以上的时间。另外，游客爱坐游览车也欠司机。交通部表示，考虑游览车产业这几年受疫情影响，为协助业者赶紧找回流失的精力，加鼓励新驾驶投入。公路总局已经研议游览车驾驶人补助方案，要针对参加培训甲后续留任时间有无同款阶段的补助，详细方案按算3月会出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嘉义阿里山的樱花长水，即嘛是举办节地赏樱花的活动，而且天气阁好阁烧热，是吸引袂少游客上山来行搭。民众伫樱花树仔较翕相，18即天嘉义地区天气真好，虽然拜六有上班，不过也是有真侪人来到环路半天岩这座免费开放的樱花园赏花。看到这边的花都开了。网络看到的。对，网络看到。漂亮吗？这样看。漂亮。值得吗？值得。嘉义地区的气候因为温度低，佮加上无落雨，真侪有种樱花的所在，即阵仔灯咧大开。
得业的石道地文化协会嘛配合春运开会，为3月初1到初7要来举办暗时的活动。那搭配我们石桌社区的樱花季节，我们茶文化协会特地规划了我们夜间的茶席。那我们希望说游客在那个赏樱花的时候，晚上也可以这晚上夜莺品茗。嘉义县政府表示，一寡社区配合樱花举办茶席的活动，管处嘛有起真侪条步道设施，希望民众欣赏樱花的时阵，嘛会当体验阿里山多元的茶文化。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2月2日就是世界无语日，这个拜六礼拜，文化部伫咧台北华山文创园区举办国家语言生活节，要透过市集、唱歌、甲搬戏等等，互愈侪人了解母语的重要甲趣味。卡，什么卡？大头卡。台语讲看卖，邀请民众来考试，讲对，阁有通摕礼物。这是文化部主办的2023世界母语日国家语言生活节。除了台语以外，阁有客家语、原住民语、参手语，展现台湾多语言的文化特色。那因为我本身对于台语没有讲得那么好，可是毕竟是台湾人，我也想好好了解这个语言，所以觉得今天来参加这个活动，应该会学到很多东西。国家语言生活节这回以母语、老历、讲做主题，邀请40个单位同齐响应语言市集，嘛举办30场艺文活动，用唱歌、搬戏、佚佗的方式传达母语的重要性。来拜堂的理工局台语文教基金会认为，推动国家语言，除了办活动，设立专职机构，未来更较爱结合科技的应用。希望讲会当透过一摆一摆多元丰富内容的活动，互更较侪咱台湾各种语言的人民会当来共同参与甲关心咱各族群语言，足侪种无共的即个语词，伫咱这50-60年、60-70年期间其实断层，所以咱需要有一个专职机构来处理即个语料的整理，甲要对着时代未来的 AI 机器人各种的应用，应该嘛爱有咱国家语言的存在。文化部长嘛表示，国家语言无应该是单一的，尊重在地语言的多元性，才是文化进步的表现。国家语言生活节2月18、19伫台北华山文创园区举办。记者麦尚燕、张玉水台北报道。那咱台湾有国家语言发展法，要来保护本土语言。法国嘛有一项法案要来处理，因各地头20外种较弱势语言，长期受到压迫的情形。咱即马就对台语台记者来法国，看因是安怎抢救语言。法国和台湾同款，弱势地方语言有消灭的危机。法国上较重要的地方语言的政策叫做莫拉克 law， 就是用主要推销这个法案的议员莫拉克来号名。Sur le patrimoine immatériel, le patrimoine linguistique, c'est-à-dire que les langues régionales désormais sont reconnues comme trésor national au sein du patrimoine français. Ce qui signifie qu'elles vont bénéficier d'un statut de protection renforcé et désormais, tout comme l'est la langue française, et donc on pourra désormais beaucoup plus protéger ces lois. 这个法案伫咧2021年通过，莫拉克议员的办公室解说，这表示讲地方的语言会当和目前唯一的国家语言法语同款，受到法律的保障。在巴黎，早就有民间的协会用家己的力量开课来抢救地方的语言 Breton。I just say, I guess now it's time for me to come back to my native region. And to try also to understand and to speak it, because the region has been built also by this language, by Breton. You have to change your point of view on the world. For the Britain is the same, because Britain is different, quite different from of the French language. 这个所在唔那是甲语言，嘛推销 Brittany 的舞蹈、音乐等等。在 Brittany 的人讲，抢救语言，嘛是咧抢救因的文化。以上是公视台语台记者尤维珍、林坤明在法国的报道。天气报你知，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为14度到21度。
中部地区为14度到25度。南部地区15度到28度，东部地区17度到26度，也有外岛地区11度到21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